大家好，今仔日咱欢迎台语文社的课程邀请到江义恩。其实应该是旧年咱嘛有一摆是这江老师来甲咱讲困眠的代志，讲婴仔困眠的代志，其实这拢真实用。伊还佫有一个另外一个资格，就是正念减压的认证师资。其实咱伫平常时毋管是做工课啊，还是生活中啊，其实定定会拄着真大的压力，拄着即种时阵啊，其实咱着真需要有即种正念来甲咱转变咱的心情。以下着请义恩来甲咱大家解说。大家好，多谢林医师佮有各位医生、护理人员，今仔日来参加即个活动。逐摆来甲台语社，我拢足紧张的，我都感觉哇，台语无够练得，毋过嘛是足想要用台语甲大家分享我学习甲遮的经验。所以今仔就用这1点钟的时间，甲大家分享我这3档学习甲练习正念的一寡想法甲一寡学习。在伊个先甲大家讲一寡，互恁较安心。因为正念就是想要互大家放互轻松，毋是讲足严格爱来做啥物代志，所以有一寡规则，嘛毋是讲要求恁做啥，就是邀请恁伫个即个分享的中间，好好啊照顾家己。你会使用互家己感觉上舒适、上轻松的姿势参与。你免一定爱亲像甲双腿盘坐迄种方式。你会使甚至倒的，嘛是会使甲我上即个正念课程。伫个中间是真正足鼓励大家举手甲麦克开开，甲我讲话。毋过我知影有的人是较歹势，所以嘛无讲大家一定爱讲话的压力。你着好好照顾家己，感受你即马敢有想要讲啥物，还是你即马的想法想要先留伫个心内底。阁有就是阮咧分享的时阵邀请大家试看觅，拢是用我家己出发的讲法，就是一句话开头，就用我来讲，安尼就是分享阮家己的经验。阁有伫个分享的时阵也是伫个体验的时阵拢先莫有足侪对家己的批评。你若是有发现到你甲家己讲我做甲较无好，即种批评的想法出现的时阵，你着先互伊温柔的甲即个想法飘过，莫阁继续想讲我要安怎甲家己做甲搁较好。阮即个分享会的时间，希望大家会使互家己有一个温柔甲安全的空间，若是对别人，嘛是对阮家己。第一个就要先甲大家先解说一下，到底啥物是正念。即个正念我摕到的认证是 MBSR， 伊是按美国卡巴金博士伊按佛学禅修内底，伊家己研究出来一个系统。即个系统呢，就已经无宗教的色彩，所以毋是讲你一定爱是信佛教的人才会使学习即个正念。伊是要安怎定义即个正念呢？就是对现主时发生的代志，保持莫甲批评的觉察。即个觉察呢，就有你家己身躯的觉察，就是观察你心内底规身躯的状况。
你的身躯是较安的，还是较轻松的？啊，你的头壳内底敢有咧想什么代志？啊，你的心情、你的情绪敢有起起落落？你就去发现你即摆的状况。啊，搁有观察外口的代志。啊，你会使发现讲，我即摆敢有听到什么声？我即摆四周围的温度敢有啥物变化？还是气味？还是我敢有接触到啥物物件？还是我有看到光影的变化？这就是看到外口的觉察。啊，规个练习有分做正式的，就是大家想到就是定定想到就是安尼安静的坐伫遐，目睭闭闭即种方式，就是较正式的静坐练习。啊，嘛有日常无遐尔啊正式的练习，会使互大家甲心搁早转来现主是一个方式。所以，阮上重要就是爱先知影讲正念，就是对现主时发生的代志，莫去家批评，莫去家做判断，就是敢若事实上的觉察。啊，恁可能有发现林医师伫咧开场的时阵，伊有讲正念。啊，为什么我拢一直讲正念呢？这是因为我有去问老师，我伫咧佛光山上课的时阵，我有去迄边甲老师请教，因为正念即个物件嘛是按佛教出来，是按佛经出来的物件，所以嘛是爱尊重因是安怎念的，甲因请教。啊，因拢是念正念，所以我嘛是安尼念。啊，后来就有甲大家参考讨论讲，为什么我即边甲学到的是叫正念，毋是正念呢？因为你若是念正念，迄个正，伊的意思是正边甲倒边的即个意思。啊，毋过阮咧讲正念是咧看现主时的状况，啊，现主时无正边甲倒边的意思。所以你若是要讲现主时的即个觉察，就爱读做正念。所以你若是拍字去咧 Google 去问啊，嘿嘿，伊嘛是会甲你讲较毋对的方式，就是讲是念正念。毋过阮反转来看讲伊的意义，伊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应该是爱念正念。啊，讲伤济啊，大家其实吼无法度了解正念到底咧做啥物，啥物叫做现主时的觉察，所以就邀请大家甲我做一个体验。啊，即个体验真简单，你若是即摆坐，你的姿势一定无问题。啊，你即摆若是想要倒的，可能较歹叮当，因为阮会做伙叮当头、肩胛头。所以先邀请你坐起来，啊，坐你要起来嘛会使。你徛的也是坐拢会使，用一个你感觉你会当放轻松，你阁感觉安全的姿势。啊，伊一直讲到觉察，到底啥物是觉察咧？觉察你即马现主时的状况，啥物意思咧？阮即马就先来觉察你的骹。你一定知影讲，你的骹即马是囥直直的，还是会弯呢？你的骹底敢有踏着涂骹，还是伫咧空中咧海的？亲像我着骹我定定坐椅仔，我的骹拢是海的。你一定即马就会使知影你的骹是徛直的，还是有弯的。你有法度知影你即马骹的姿势，这就是你对你骹的觉察。啊，即个觉察无带批评，因为无讲我徛直直毋对，嘛无讲我坐骹弯弯毋对，这就是一个事实。我即马骹就是弯的，我即马骹就是直的，所以你会使做到遮，大家拢其实是足有正念的。啊，即摆的体验要开始啊，就邀请大家先坐好。坐好的时阵，你就会发现一个接触的感觉伫咧你的尻川。尻川会使感觉到你是坐伫咧椅仔，你的尻川甲椅仔有一个接触的感觉。
这个感觉你有发觉，你有觉察。刷落，你来感受一下你的脸骨，你的脸骨，你想看觅，伊感觉是要陪你抽悬对天顶去，所以你袂翘久，你规个人的身躯是直的。啊，毋过你爱甲你的肩胛头放互轻松。你想你家己的脸骨，敢若是咧耍囡仔咧耍的礼鼓，一个踏一个安尼踏起哩。啊，踏的时阵无需要出力，你若是正正踏起哩，伊自然就会直直起哩。做即个练习的时阵，你若是想要甲目睭闭闭，嘛是会使；你嘛是想要甲目睭紧紧，嘛是会使。你会使选择你家己上舒适、上放心的方式来参加即个活动。刷落邀请你，互你正边的耳仔豆豆啊，去找你正边的肩胛头，互你的头弯弯。即个时阵，邀请你去感受一下你倒边阿妈棍，敢有感觉红红的？除了你的倒边阿妈棍感觉有淡薄仔红红嘛以外，你规身躯敢阁有其他所在咧刺力？你就敢若是一个囡仔，足好奇你家己的身躯，想要知影你的身躯即马发生啥物代志？用即个姿势的时阵，有啥物所在？有啥物感受？刷落邀请你豆豆仔甲头搁放转来，伫咧即个过程中，你继续去观察，伫咧振动的时阵，你的身躯搁有啥物无共款的变化？即马逐个头应该拢是正的啊。刷落，阮要换另外一边，互倒边的耳仔去找倒边的肩胛头。共款伫咧振动的过程，你会使豆豆仔去感受一下，即摆的角度，我的身躯有啥物感受？我的阿妈棍有啥物感受？我的心情有啥物感受？敢会因为我的阿妈棍变较红，我的心情有淡薄仔紧张，还是无？我的心情拢足平的。你嘛会使感觉一个差不多的动作，正边甲倒边有啥物无共款的？即马才豆豆仔搁甲你的头放转来中央的位，两边振动了后，即马你的头、你的阿妈棍、你的肩胛头有啥物无共款的感受无？
刷落，佮邀请你来叮当你的肩胛头，阮甲肩胛头举起来，一直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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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甲足按呢，感觉有淡薄无舒适的感觉拢出现啊。搁忍收一下，该举甲足按的时阵，我算甲3，阮才做伙放掉。1、2、3。阮搁试一摆，阮做伙甲肩胛头举起来，举甲足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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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我你的耳仔的。我算甲3，阮才做伙放掉。1、2、3。即马感受一下你的身躯，感受一下你的肩胛头。你即马应该足知影讲肩胛头按起来是啥物意思，会是啥物感觉？放轻松的时阵，佫是啥物感觉？邀请你想看觅，伫个拄则短短的练习内底，你有观察到你的身体甲心内底有啥物感受无？敢会感觉到哇，这个练习实在是介无聊，还是感受到这个练习对我无啥物感受啊？觉察到家己心内底有啥物想法，有啥物感受，就是正念要邀请你来体验的。不管你是介意这个练习，还是感觉伤无聊，你发现你有这个想法，你发现你有这个感受，就是对现主时的正念。嘛邀请你想看觅，这个练习甲过去敢有相共款的专注力的活动练习，敢有啥物共款甲无共款的所在？毋知影大家敢有运动的惯势？敢有平常时咧运动的时阵，你运动的时阵做一个动作，你是惯势用较紧的速度去做，还是你嘛惯势豆豆仔去感受一个动作？1秒钟、2秒钟，你豆豆仔振动的时阵，互你规身躯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感受？嘛，想要邀请敢有人想要分享一个拄则即个短短的练习，你有啥物感受无？若是你愿意开麦克讲一个话。老师你好，我是玲玲。你好，玲玲。我感觉头拄仔迄练习会互我的心较平静。对，因为透早病人足济，所以病人一直来，拢一直足赶紧啊！即摆坐等遮，我感觉干那短短5分钟，就互我的心加较恬静啊！就亲像你讲的，开始感受我的身体即摆有啥物感觉？对，我会分享。真欢喜，你甲我分享这有互你心较平静啊！一透早足无用的，嘛是辛苦啊！多谢你为着阮的大家健康付出你的心力。好，我继续先讲落哦。我嘛想要甲大家分享讲正念毋是啥物，因为定定有足济误会。正念毋是讲逐个人一定爱足正面的思考，看到啥物代志拢感觉是足好的、足有才调的。其实毋是即种想法，正念毋是正向的思考，伊只是去练习讲，你看到代志
本来的模样，去接受到你现主时所有的感觉。所以，亲像拄则我都甲大家问讲，你咧做我拄则的练习时阵，你若是感觉无聊，你感觉无介意，其实伫咧正念的练习内底，阮拢是接受的。做正念的老师袂讲啊，你袂使无介意我的课，安尼就是你无练着，你的功夫无好。阮袂用即种想法，甲有即种方式去甲学生做伙来了解即个正念，因为正念是学习讲。阮是接受所有你事实上的感受，所以你若是感受是好的，阮嘛接受；你感受是较无好的，阮嘛接受。阮无需要讲啥物代志，拢爱就甲伊赞成啊，拢甲伊感觉足有意义的啊，这嘛是无需要的代志。正念无即种想法，搁有正念嘛，虽然伊是。佛教出来的物件，毋过伊无即种咧迄路弯，敢若亲像甲宇宙下订单的即种方式，毋是去教我啥物物件嘛，毋是讲啊，拜托我足认真练习，我逐工拢练1点钟，你敢会使互我后个月大乐透就丢着，即种拢无可能。这只是一个神经科学即马证实。讲，伊其实对阮的头壳、大脑内底是一个足好的练习。伊毋但对老化有较减慢的帮助，伊嘛有法度帮助你的海马回体，袂晓讲伊的代志。你若是定定练习正念的人，因有发现伊的海马体会变较大。这拢是神经科学有去发现到正念练习，其实是一种头壳专注力的练习。就亲像阮去gym 内底啊，摕重来练阮的经脉。你坐伫遮练正念的时阵，你是坐伫遮练头壳。练的所在无共款，所以去练经脉是重要的。坐伫遮练正念的头壳嘛是重要的。正念嘛，毋是讲你要完全放空，头壳内底伫咧练习的时阵，拢袂使有物件。这嘛是一个常常听到的误会。其实你练习的时阵啊，可能时间是偌久，亲像若是坐半点钟以上，甚至免半点钟啦，坐10分钟内底，有时阵头壳内底拢飞来飞去，足侪想法的，这是完全正常的。正念的目标是要觉察，所以你若是觉察到你的心飘去啥物所在，亲像想着讲我等一个月有4个病房爱巡，还是我等一个有2点钟的病人爱看，你有咧想这个代志你就开始安排讲所以我啥物时阵爱食中昼顿，我啥物时阵爱去滴水，我啥物时阵会使下班，你开始安排你这个未来的代志的时阵。你无伫咧正念内底，毋过你发现你无伫咧正念内底的时阵，你迄个时阵就是觉察到你家己，即个觉察嘛就是正念。阮老师有甲阮讲一个足古锥的想法，就是阮爱甲练习正念当做一个佚佗，佚佗的代志才会欢喜做，阁有互家己足侪鼓励。你若是发现家己正念无伫的开始想芳想空。你就发现的时阵，就感觉你咧拍迄个地试的迄个佚佗面，你若拍着无正念，拍着无正念，你的正念就得分。所以你莫甲家己要求讲，你爱完全的专心，你是甲家己鼓励讲，我有正念得分，我发现着我即马心无伫咧正念内底，即就是足正常的代志，所以我去发现，我就正念得分。阁有一个就是，虽然大部分的人伫咧练习正念的时阵，会感觉较松较平静毋过这嘛毋是一定保证会出现的，嘛是有的人伫咧一寡练习的中伊有感觉到紧张无舒适。这嘛是有看过的，嘛毋是讲久久才看一摆。因为有时阵，
你看入去你的心内底的时阵，有一寡过去啊，你无好好甲伊处理的情绪啊，会感觉较安全的，就走出来。啊，走出来，你当然袂感觉舒适啊。所以你嘛有可能伫个正念的练习内底，感受到无爽快、紧张遮个情绪，拢是足正常的。啊，嘛是共款，你著觉察了后，了解到遮个感受出现啊，啊，你嘛同意，互伊著伫个，就是看到我即马有无舒适的感觉，看到我即马有紧张的感觉，这嘛是正念练习的一个温流，就是我嘛会使伫个无舒适的感受内底练习正念，安尼我的正念嘛是有得分。就亲像拄则要开始进前，我实在是介真紧张。我就甲家己讲，对，我即马开始要用台语第一摆讲正念，我实在是介紧张，我有紧张，我有觉察到我的紧张。啊，我的紧张毋是因为我觉察到就就无去啊，啊，毋过因为我觉察到啊，所以我就有法度甲即个紧张牵手做伴，做伙继续即个分享会。啊，所以嘛爱甲大家讲，对医事人员啊，正念是有足侪实证的好处。就是伫个神经诶科学研究内底，有发现到，你若是定定有法度拨一寡时间练习正念的话，你的专注力会提升。啊，逐个就定定会听到这就问讲，啊，到底是爱练偌久，才有即个效果？啊，差不多是旧年还是自年，我即马常袂记哩迄个时间啦。林医师是台湾正念工坊的一个老师，伊有发现到国外有一个研究，啊，有发表的研究是讲，正念若是逐工练22分钟，啊，即个22分钟就毋是迄种生活中的正念，就是真正是甲心专心伫个观察你家己，可能就是吐气吐气即种较正式的练习。一工若是开22分钟啊，你对你头壳啊，毋管就是前额叶皮质的强化啊，还是专注力的提升，拢有真正的帮助。所以，若是你真正有法度拨时间啊，一定要即个正念搁较进步的话，你就开逐工22分钟。啊，毋过老实甲大家讲啦，我嘛无想要操蛋，我就是迄种无法度逐工22分钟的人。我若是有时间，我就会练；啊，若是无时间，我就会练较短。所以我无一定逐工拢有22分钟，啊，若是有时间的时阵较长，我嘛会练较长的。所以大家嘛莫想讲正念若是无到22分钟，就拢无效。袂，阮甘愿讲，阮逐工拢有拨时间来练3分钟，嘛是有3分钟的效果。啊，若是有法度练20分钟、22分钟，嘛有22分钟的效果。啊，伊阁有发现讲，正念对情绪的帮助是出现的，因为你若是有法度觉察，亲像有时阵啊，阮甲一寡外在有人甲阮讲话，互阮感觉到无爽快，有时阵阮会用阮足直觉的反应去回应。啊，回应了后，阮就会发现讲，啊，阮即个反应呢，甲即个代志创甲较无好，阮家己有一寡后悔，讲出阮无想要互别人听到即种可能较歹听的话，阮其实无迄个意思。啊，即种感觉后悔啊的想法，嘛会互阮家己规个心情较活络。啊，若是阮是有正念的呢，阮就有法度。伫个别人讲话，阮听到迄个无爽快的迄个时阵，先发现讲啊，即个话互我感觉到无爽快。若是我先感觉到我即马有无爽快的感受，我其实就已经甲即个无爽快的感觉有一寡距离。我伫个伊的后壁看伊啊，毋是我伫个我无爽快的感觉做伙甲做伙。
所以你若是有法度，甲即个距离调较开的，发觉着我即摆已经出现无舒适的感觉，你就有法度较莫用你惯习的方式，一日仔就出去反应，啊，你的情绪的调试就会较好。啊，人甲人的关系啊，嘛是因为安尼。亲像我即个月有去急诊，带我的3岁囡仔，因为着骑车飞出去撞着头，啊，我就足烦恼的，就带伊去看。啊，伫个急诊就看到，哇，护理人员啊，甲医生实在是足辛苦的，毋是干那是膝头的辛苦，是心嘛真辛苦。因为逐个人拢感觉家己足重要的，都感觉家己的物件足严重的，啊，就会啊无舒适的人一定讲话嘛，有诶嘛较无好听，啊，护理人员、医生爱用足侪困难去听遮个可能听起来无好听的话啊，还是甲因要求的代志啊，啊，这实在是真辛苦。所以伫个病院内底啊，要安怎好好照顾你家己，互你听到遮个外口的代志、无舒适的代志，你有法度照顾着家己，才有法度照顾着别人。你若是定定用正念照顾你家己，你才有法度甲你即个心稳定的心嘛拖出去互别人。啊，正念有一个练习。是咧练习听人讲话即个方式。啊，听人讲话啊，毋是讲你爱听到虾米程度才是听人讲话。其实啊，正念就是咧讲现主时嘛。啊，伫个英语阁有另外一个，阁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present，present 就是现主时。啊 ，present 即个字其实嘛是礼物的意思。就是阮咧听别人讲话的时阵，若是阮都会使听尔，就是听伊讲。啊，其实免甲伊回啥物话，嘛免互伊啥物建议，你先听伊讲话，啊，你就是送伊一个上好的礼物。啊，你有法度干若是听，你其实是用正念的方式咧听，因为你就是伫即个现主时去听伊讲啥物。啊，迄个啥物，就是事实伊想要互你知的物件。毋管伊互你知影，以你的专业来看是对甲毋对，即个时间你先互伊讲，啊，刷落来，你要帮助伊做啥物处理，你才互伊知。啊，毋过伫个伊想要讲的时阵，你用正念的方式送伊即个礼物去听伊讲话，安尼伊可能会嘛较软落来，啊，伊软落来会使帮助阮伫个处理大大细细项的代志的时阵会较顺利。好，啊，即马就想要来邀请大家做一个较正式的练习。啊，本来是想要做10分钟，啊，毋过我感觉时间无足够的，因为阮差不多剩15分钟会结束嘛，所以我会创较短一寡。啊，正式的练习就是静坐。啊，你若是要倒的，其实嘛是会使哦，因为有一寡人的腰脊骨无啥好啊，所以坐对伊来讲是足痛苦的。啊，尤其其实即个 MBS 啊，正念减压的即个课程啊。伫个上头的卡巴金老师伊咧发明的时阵，伊是互遐一阵病院内底已经无法度帮助因，莫感觉到疼，或者会足严重的病人的。所以其实伫个正念的练习的时阵啊，逐个一定爱会记你讲，这是一个足温柔的练习。你一定爱去觉察你家己的身躯的感受。你若是无适合坐，你就莫坐。你若是徛的较介意，你就徛的；你若是倒的较舒适，你就倒的。姿势毋是重点，是你敢有伫个即个时间内底，好好啊，甲你的专注力放喺你即摆练习决定要观察的所在。啊，即摆阮先来观察的，
就是阮的喘气。好，那大家若是准备好的话，共款就是找一个你会使放轻松，搁会使保持觉察的姿势，会使是坐，会使是徛的，嘛会使是倒的。邀请你先感受一下你即马伫即个空间，你甲即个空间的关系，知影你伫个倒位。刷落去感受一下，你即马身躯是倒一个部分接触到你的椅仔、碰椅，还是眠床，还是徛伫个涂骹，感受伫迄个接触的感受。若是你感觉即个所在是安心安全的，你会使甲目睭闭起。你嘛会使互你的目睭开开，啊毋过轻轻看一个固定的所在。邀请你甲你的注意力放伫个观察你的喘气，知影你即马是咧舒气，知影你即马是咧喘气。你无需要改变你平常时喘气的方式，无需要特别做较深、较长的喘气。就平常时你正常喘气的模样，就是你即马需要观察的方式，免去改变啥物。你敢有发现，你舒气的时阵，空气来到你的身躯内底，是伫个你的胸腔有较济起起落落，还是伫个你的巴肚有较济起落的动作？带着好奇的心去观察你家己喘气的时阵，规身躯有啥物变化？伫个吐气的时阵，你敢有觉察到，即个空气吐出来的时阵，温度甲拄则起入去的时阵是无共款的？阮做伙来观察阮的喘气，是因为喘气会一直一直陪伴着阮。毋管阮敢有甲阮的注意力放来观察伊，伊拢伫个，阮拢会晓。随时伫个阮需要的时阵，阮拢会使带家己来观察阮家己的喘气。
去发现每一口气其实拢是无共款的哦，因为阮无可能甲共款的空气输去身躯2摆，逐一口气拢是全新的。每一摆的喘气，你的身躯嘛有可能有无共款的变化。有可能即口气输入来，你有闻到隔壁朋友咧食饭的味，嘛有可能即摆喘气，你感觉家己的肩胛头有较轻松。观察到啥物就是啥物，无需要去创造啥物无共款的感受，拢无啥物感受，嘛是足好诶，嘛是正念的觉察。若是你发现你的心开始咧想等一个代志，你发现的时阵，就是正念得分的时阵，才个温柔的邀请你的注意力转来你的喘气，干那来观察你的喘气。邀请你的心转来你的身躯内底，心伫咧倒位，身躯嘛伫倒位。阮的练习即马来到上尾啊，邀请你用你家己的速度、家己的方式，搁做3摆的喘气。做完了后，就会使轻轻的甲目睭拍开，搁转来阮做伙的即个空间内底。好，拄则伫咧静坐的即个时间，你敢有发现到你头壳内底其实是有足侪想法的，飞来飞去。你伫咧发现你的心飞走的时阵，你有啥物感受到咧？你是开始甲家己讲哪会遮无认真？还是你有法度温柔的甲家己邀请你的心，搁转来观察你的喘气？毋知影敢有朋友愿意来分享拄则的练习有啥物感受到？会使直接甲麦克开开。老师，这是我是玲玲。多谢你。我一直飞来飞去，就困难甲抓转来，就。其实我就是会想讲尽量啦，是嘛？尽量抓转来，佮感受一下。
其实我拄则甲恁讲，迄正念得分，毋是要甲大家安慰哦，迄是真正诶哦。因为恁若是无觉察诶人啊，你袂发现着我咧想代志，你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敢若坐火车共款，就跳去即个想法诶火车，按台北开始开，就开去云林啊。啊，你若是有觉察诶时阵，你才知影讲，我即马伫即个火车顶管，我敢有要落车？所以你若是发现讲，哇，我有头壳内底即个想法、迄个想法，你逐摆有想到的时阵，你就正念得分，你就安尼讲着啊，讲着啊，讲着啊。所以拄则你的练习一定是足好的，才有法度有遮济觉察。所以我甲你鼓励，安尼有100分。多谢。啊，其实我的经验是，若是因为恁即摆的生活，就是恁即摆搁咧做工课嘛，恁是伫咧中昼的时阵拨一个时间来听我的即个分享，啊，所以恁拄则的生活是安尼踩咧公滚的时阵，所以你要一日啊落来啊，都无啥物想法，是真正足困难的。通常拢是爱定较久的时间，才有法度愈来愈定，愈来愈定。啊，你就是觉察足侪想法。啊，豆豆啊，心愈来愈平落来，所以嘛，真正袂使甲家己要求遐济，就爱知影讲啊，我就是拄则足无用的啊，我哪有可能一日啊，就甲心甲头壳拢清空空？这嘛是一个对家己无介温柔的要求。啊，毋过因为大家拢是足专业的人嘛，我感觉吼，愈专业的人啊，对家己的要求就愈济，就愈放家己袂煞。啊，其实正念是一个足温柔的练习，嘛是互家己去练习讲，其实我会使互我家己对我家己是一个温柔的方式。所以就是互大家知影讲，你莫烦恼讲我安尼练习无好，还是我哪会想法遮尔济？这拢是你的练习的过程，你去觉察的代志。啊，有觉察就是正念的第一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要互大家知影的是一寡以后大家会使用的资源，请互我甲迄页甲伊溜出来。雄走无，等我一下。我家己有一个课，嘛是伫咧线顶，伫咧10月要开始，就是正式的8个，其实是9个礼拜啦。啊，阮大部分拢讲8周，因为第一周只是咧解说讲正念是啥物啊，即个课程要做啥。啊，即个正念的课程会伫咧线顶开，啊，伫咧线顶开就是方便大家会使来参加。啊，毋管你伫咧倒位，拢会使做伙来参加。啊，线顶的课程是按10月的时间开始，是伫咧拜四的透早。啊，除了这以外，阁有一个是，等下我甲你分享互大家。对恁医疗人员来讲啊，做一个是我要互你看到的，这个对，就是这个台湾正念工坊这个单位，因有一个资源是特别好。啊，这阮即摆看到也是你的 PowerPoint。对，敢有看到我的 PowerPoint 啊？唔共款呢，等者。哎呀，变共款嘞。哪会看无共款嘞？等者我阁看一摆。哦，安尼有呢，安尼变你电脑的荧幕。对，我要甲伊换一个，换倒一个咧？奇怪，先停。这实在是找无好势啊！我知，我甲伊放伫咧荧幕顶悬，啊，互恁会使分享的时阵看到荧幕。啊，看这，安尼敢看有？应该有。安尼有。对。
第一个就是互医疗人员的正念复原力协助方案啦。啊，这恁就是去我后来会使甲遮个link 拢互林医师互分享给互恁。啊，台湾正念工坊因是做一个录影，啊，因已经拢录好啊。就是要互所有的医疗人员会使用家己的时间啊，家己适合的速度去听甲去看遮个录影，去帮助恁甲正念放伫恁的生活内底，甲做实的工课内底。啊，拄则我讲的，就是我家己在月份的时阵有线顶的开课，就是较完整的，拢总是9个礼拜，逐礼拜拢是2点半钟的课。啊，搁有我家己有试看卖，用全台语念讲，带大家做伙练正念。啊，我录完的遮个物件，我拢已经放伫 YouTube 顶悬。你若是拍我的汉字的名，甲台语正念安尼，你就会找到我录音的 YouTube 音档。你嘛会使伫咧恁家己有时间的时阵练看卖。我感觉就是有时间就练，莫甲家己要求讲一定爱练偌久。所以若是听音档练习的时阵，就算讲我迄个音档有15分钟，啊，毋过你敢若会使听5分钟，你嘛就是听5分钟嘛会使，莫一定要求讲我一定逐摆都爱练偌久。啊，这就是即马大家会使用到的正念资源。啊，我是足推荐大家，因为拢是医疗人员，会使免钱去申请台湾正念工坊的这个医疗职场正念复原力的协助方案，所以就互大家知影讲有这个好物，大家会使进去用。啊，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分享就先到这。啊，就足多谢大家来参加，希望对大家有一寡帮助。多谢老师。今仔老师带这个课程，其实对大家人拢足实用的啦，因为即马大部分大家生活拢是足赶紧、足紧张的。透早起床就一直赶要上班，赶去送囡仔去学校啊，落尾拢无啥物休困时间，因为下班嘛拢是搁继续带囡仔，一直补甲囡仔困。啊，所以呢，我感觉其实用这5分钟、10分钟来觉察家己，不管是身躯的感受，也是情绪的感受，其实拢是会使搁较熟悉家己的一个方式啦。啊，嘛是一个照顾家己的方式，就亲像老师头拄仔讲的，先甲家己照顾好，才有法度去照顾你厝内底的人，照顾你的病人。是真好的帮助，安尼多谢老师今仔日的分享。好，安尼咱今仔日就到这，多谢大家今仔的参与，再会。大家再会。再会。